我这个有的说书记带着到我们就刚刚看了，我直接访问了当地啊，现在咱这个等这个你是个从前咱们你原来在他们去结婚的去就当，这里都是年纪个到了看到他这样都在这，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你去这个现在人们都可以参与的，对吧？参与了，对人家了，对他们有这个本来在人的去。好了，原来我们今天就是把它项目全部做给设计了，因为前年原来的各地这个现在今天不是处理的什么，我就陪你原来家把它做给公司，是出来了这个。A celebration.他们呢，可能是这什么他们是啥都会来，因为他们国人是。
Hear me
จดจำมัน